嘅好馬介紹4場8號，活力精神黃帽，而家戴嗰個白眼罩，黃帽白衫啊，睇佢點樣跑啊！呢隻馬要狀態。內欄出閘唔快，黑衫係古惑大師啊！咁啊尾四度啦，中檔係隨緣得勝啊，大面箍嘅後邊3匹馬爭金奪冠呢就橙衫啦，出邊啊君志勝向尾二呢，暫時殿後係閃電戰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啦，放咗出嚟跑嘅馬係超開心啊！響外邊啊翠兒威威啦，守住內欄第3啊，咁啊就係呢隻大熱門嘅雙影紅啊，跟住第4位又贏得爽啦，內欄第5嘅馬仲有活力精神啊，咁啊第6位到啦，仲有至高心得啦，後邊嗰6匹馬啦，黑衫內欄古惑大師出邊開心果啊，咁啊再後邊嗰4隻隨緣得勝君志成啊，橙衫尾二係爭金奪冠啊，暫時殿後係閃電戰嚟噶。好啦，過埋呢個600米段處啦，超開心依然係貼欄佔先嘅，外邊翠兒威威呢走上去啦，雙影紅就跟住個第3啦，落後個幾馬位啊，先到內欄第4活力精神，第5贏得爽，第6黃衫至高心得，第7黑衫古惑大師，後邊4隻爭金奪冠啦，咁啊拍住隨緣得勝，後邊3匹馬閃電戰君志成褪內開心果嚟噶。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翠兒威威呢就出咗嚟先啦，外邊追佢嘅馬就係呢隻雙影紅啊，後多層呢先見到有活力精神追啦，內欄上緊嚟呢，咁啊仲有爭金奪冠，中間呢仲有呢隻隨緣得勝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雙影紅拋離後邊對手贏出呢場賽事，翠兒威威呢就跑第2，活力精神第3，第4名係隨緣得勝啊。結果今場賽事都休息咗好長時間，呢隻雙影紅霸住內欄第3出閘快，咁啊亦都係今晚另一匹嘅大熱門馬表現相當。